今日一早我哋就行過 Galata Bridge 嚟到海灣另外一邊嘅 Beyoğlu 區嚟睇呢一座加拉達石塔 Galata Tower。我原本以為望住座塔好容易就可以揾到啦，但係到最後咧都係要靠翻 Google Map 先至可以揾得到嘅。加拉達石塔位於伊斯坦堡歐洲呢邊嘅Beyoğlu 區，而呢附近嘅 Carol 區地區咧以前就係叫做 Galata 啦。現存嘅石塔係伊斯坦堡天際線裏邊最具代表性嘅地標之一。由熱那亞人喺1348年興建，當時叫做基督之塔，取代咗第4次十字軍東征裏邊被破壞咗嘅舊塔。佢起喺格拉塔城牆嘅最高點，並且一度係君士坦丁堡最高嘅建築，長期作為軍事瞭望塔，用嚟監視敵軍以及海上面嘅動向。1453年，鄂圖曼帝國征服咗君士坦丁堡之後，呢一座石塔得以保留，並且先後被用作監獄、火災瞭望塔以及軍事設施。石塔嗰埲牆厚達4公尺，所以能夠經歷地震以及戰火，屹立至今。石塔喺2020年重新開放為博物館，並且喺2024年完成最新一輪嘅整修。而家嘅加拉達石塔一共有9層，而其中7層可以搭 lift 上去，最後嗰2層呢就要行旋轉樓梯登頂。頂樓嘅360度觀景台嘅視野咧係超正嘅，可以俯瞰整個伊斯坦堡、舊城區、亞洲海岸以及海峽嘅景色。加拉達石塔有一段好出名嘅傳說，話17世紀嗰陣時有一名鄂圖曼帝國嘅飛行家，由塔頂以無動力飛行方式滑翔，成功飛越海峽飛到去亞洲嗰邊嘅海岸，為呢一座古老嘅石塔添上咗唔少傳奇色彩。真係咁，呢間廁所咧，呢個餐廳嘅廁所咧，喐下喐先。呢個餐廳嘅廁所咧就非常之慳電嘅。開入出嚟咧，唔喐大概2秒鐘左右咧，佢就會熄燈。咁咧，我頭先咧為咗屙一篤尿咧，就係起碼熄燈熄咗大概5-6次度啦。咁跟住咧，我相信咧，唯一可以唔熄定佢唔熄燈嘅方法咧，就係一路屙尿一路跳舞咯。做多次1、2、3，冇錯啦，3秒鐘佢就會熄燈。Dolmabahce Palace 多爾瑪巴赫切宮位於 Bosporus 海峽旁邊，係19世紀鄂圖曼帝國最華麗，亦都最具西化象徵嘅皇宮。呢座宮殿由第31任蘇丹 Abdülmecid 一世下令興建，工程喺1843年展開，1856年完工，取代咗中古風格當時已經顯得老舊嘅托比卡皇宮，成為新嘅皇宮以及帝國嘅行政中樞。
呢座宮殿個名 Dolmabahce 嘅意思係填海花園，因為呢度原本係 Bosporus 海峽嘅一處海灣，後來填海改建成為皇家花園。Dolmabahce 皇宮係土耳其現存規模最大嘅皇宮，佔地大概45000平方公尺，裏邊有285間房、46個大廳，融合咗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義以及鄂圖曼傳統嘅風格，展現咗19世紀中葉鄂圖曼帝國改革時期對歐洲文化嘅嚮往。宮殿嘅裝飾極盡奢華，天花板大量鍍金，並且用來自埃及嘅雪花石膏、大理石以及波斯米亞嘅水晶，並且收藏得大量珍貴嘅高級地氈以及歐洲名畫。由於龐大嘅建築以及裝飾費用，工程耗資相當於帝國一年稅收嘅1/4，加速咗當時鄂圖曼帝國嘅財政危機。1924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皇宮改為國家嘅財產。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曾經喺夏天將呢座宮殿用作總統府邸，並且喺呢度度過晚年，最後喺1938年喺宮裏邊過世。而家Dolmabahce皇宮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係了解鄂圖曼帝國晚期歷史及奢華生活唔可以錯過嘅重要景點。Ortaköy 清真寺正式個名叫做Büyük Mecidiye 清真寺，位於伊斯坦堡 Besiktas 嘅碼頭廣場旁邊，緊貼住 Bosporus 海峽，係伊斯坦堡最上鏡，亦都最具浪漫氣息嘅清真寺之一。呢座清真寺亦都係由鄂圖曼帝國嘅蘇丹 Abdülmecid 一世下令興建，大概喺1854至1856年間完成，正值帝國全面吸收歐洲文化及藝術風格嘅時期。建築風格融合咗新古典主義以及鄂圖曼巴洛克特色，外觀以細緻華麗嘅石雕裝飾見稱。兩座纖細嘅宣禮塔同埋海峽以及 Bosporus 大橋構成咗極具代表性嘅城市畫面。ارحبي مريومة تعالي مسجد Beraber blackberry, pistachio, vanilya, chocolate, lemon. Pistachio, okay. بعدين ارجعي مريومة. It tastes good. Oh my god. Take it. Oh my god. Ah! Eat it. Epa. Çok Take it. çok güzel. Ah! Take it. Epa. Yes, it's so nice. Okay, take it. Come. Okay, thank you.好，為咗呢個慶祝呢個亞裔傳統月，係啊，咁我哋咧就特登坐車過去亞洲。好啦，我哋而家就過緊條橋啦。咁啊，喺我哋嘅橋嘅右手邊咧就係歐洲，即係我
咧就係左手邊嘅咧就已經係亞洲啦。咁就前面呢度咧過咗橋嘅前面咧就係亞洲大陸，而後面呢一邊咧就係歐洲嘅地方。伊斯坦堡係世界上唯一一個跨越兩大洲嘅大城市。歐洲區以及亞洲區以 Bosporus 海峽為界，彼此相望，但又展現出截然唔同嘅城市性格。歐洲區係歷史以及觀光嘅核心，集中咗舊城區以及新城區。伊斯坦堡絕大部分嘅旅遊景點咧都係位於歐洲區嘅。相對之下咧，亞洲區就更加貼近當地人嘅日常生活，少咗觀光喧囂，多咗悠閒以及生活感，而物價亦都相對親民。而家伊斯坦堡2/3嘅人口居住喺歐洲區，而1/3咧就住喺亞洲區。卡特蓋公牛雕像係伊斯坦堡亞洲區少數嘅地標以及象徵之一。呢一座雕像最早喺1864年由鄂圖曼帝國嘅蘇丹 Abdulaziz 下令製作，並且由著名嘅法國藝術家喺巴黎完成。經歷咗多次嘅遷移之後咧，呢座公牛嘅雕像由1987年起就樹立喺呢個 Orkio Square 呢度，被視為卡特蓋地區嘅精神吉祥物。咁我哋頭先離開咗歐洲嗰個柯迪蓋清真寺之後咧，咁就話，好耐冇去過亞洲咯，因為疫情之後咧，其實都冇機會，都冇翻過香港，亦都冇去過亞洲。咁所以咧，我哋就叫咗個 Uber， 咁叫咗佢去揾咗一個亞洲區唔知一個咩景點嘅地方啦，咁叫咗個 Uber 去，咁結果去到嗰度咧，就完全唔係咩景點嚟嘅，完全係一個住宅區。我哋喺度行咗成個幾兩個鐘頭咧，都揾唔到有任何值得觀光嘅地方咯。咁跟住我哋又上網查啦，咁就揾到呢一個公牛雕像。咁所以咧，我哋又叫咗個 Uber 嚟呢個公牛雕像呢度叫做喺呢個亞洲區揾到一個景點睇下啦。